事，你其實唔神嘢嚟，招起嗌，欺是我父，讓他四出生來人啊！讓他出生上打死！太师不够，太师不够，不够啊，太师！太师！天下我知。苍天啥子己哟？了通风尘的情。陈兄，相对呀，梦见黑暗，本太贤乃是别太贤啊，而我有师徒缘分，前来救你呀。多谢师傅。欢喜，陈兄，已经有性命啊，你何喜何穷了？我想来华山救我的阿妹啊！你没功夫，哪能上华山救母亲啊？向师傅申请。陈兄，要叫金丹，你吞下一点后，跳后和炼丹炉啊，是能锻炼神，金刚不会失去了。感谢师傅，快下吧。嗯。莲花发生吞翻过来，天那有情杏花散了，陈兄想我呀。
谢师傅在错之恩呐。陈勇，注意，以今日莲花发生，他的反台，要去生意变化通天本良了。师傅，既然讲，那能不能去叫俺用钱出库啊？人用钱的金菜，华山火云通，高山尊良，非常危险啊！为了俺用钱，不论去上刀山，也下游牧，我也敢去啊！这难得一副好事嘛，但火云通一时火，两时风，三时雨啊！尤其是在云石水电更加的感觉啊，杀术空前，强将无法救人了。是，师傅，给你看，用办就好。既然如此，为师赠送一件难得劈天破地的武器了。哈，师傅，乜该还能劈天破地的武器呀？镇山之宝开天布啊！按身体呀，但为师其实开天布了。来，沈兄，拿过去了，要给破天布，你就能在开华山救人用钱了。多谢师傅。错啊，那多少人没求你用神啊，何要对讲合法，爱求他，那不同干科就不要动干科了。师傅，交代人儿，门徒谨记差遣，带我华山救母归来，再来报答师恩。有钱啊！千条高起万重山，为救娘亲，出大苦难，书记不送啊，渡天天啊，有情。有义有情，修个青年，有情，三师母，你的来呀！风波在梦，旧有声。
可是三圣母啊！嘿呀，娘亲啊，娘亲，我请你请得好苦啊！乡啊，来娘啊，冤啊，娘啊，侬来呀，谁叫我娘啊亲？我唔错，我今日来到华山，就是为救母亲而出苦啊！是啊，用钱通到你两句话，苦也能发作干。不过你家母求你容身，恐惊要对你不利呀。用钱，你不用讲怕，俺数值开天布。神托反应，我怎样今日听我将华山破开？嘿！你何太子？胆敢闯进华山之地，三圣母之子刘成雄。啊！原来你就是我杨某的亲生儿。好，你就是叶龙生。母舅啊，母舅，你就答应俺成雄。年纪万岁，教养心切，你就帮我养出苦，陈小安以后，听我报答母舅个太太的那。你的勇气推翻天条，何以要报一起同归？母舅。既然你真第一次，莫怪陈雄一手发作。那
玉子下，玉皇太子下了一套玉子啊，有房间，咱圣母以他流年从侍从啊，本当元帅金钗华山火云通啊，今有刘丞相好心感通玉皇太子啊，下了一套沙子，快杀的三圣母魔吹，比他母子团圆，玉子突然口头下儿两玉子。丞相，过年不错，你好心感通天，玉皇太子出下沙子，我也不敢勉强。来来来，你快快用你的回山步，从巴山劈开，就出你的冤情了。感谢母舅，师傅。不过已经那个开山步已经失落了。丞相，放心了，在坤飞是一发了。感谢师傅，派我各人将巴山破开，叫我娘出库。嘿。